清楚，今次法院講呢，基本法係香港至高無上噶啦，唔係你立法會大晒嘅，即係大家都要按基本法辦事。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劉小麗呢個講法簡直係荒謬到離譜，佢而家可能就驚到腳震，原因心知肚明，佢從來都冇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亦都從來唔擁護基本法。咁而且佢喺個宣誓度特登去用到嗰種超慢嘅方式去做呢，根本就已經突顯咗佢自己係冇應到嗰個宣誓嘅要求。咁佢亦都心知肚明呢，如果按照游梁兩個案件嘅嗰個判決嘅判詞去睇呢，佢根本就係非常非常大機會被取消資格。咁而家佢面對咁嘅情況，就梗係用晒一切政治迫害去講啦。希望咧透過啲旁門左道、旁門左道嘅方式咧嚟到去否定呢個市民嘅意志。佢呢啲講法當然就無稽之談、荒謬至極啦！而家個結果唔係喺企喺佢嗰邊，咁佢咪用盡所有藉口去攻擊我哋？你哋班人泛民根本就包庇緊佢，佢從來都唔認，對個判詞視而不見。法庭個判詞講得好清楚啦，係確立咗佢係行政長官有權行使佢嘅憲制嗰個嘅權力。立法會73條就係可以俾律政司可以去提出對於個議員嘅資格或者要求佢哋唔再用議員嘅身份去行使呢樣嘢作出質疑噶嘛，係可以噶嘛。法庭再三確立咗啦，咁點解佢仲要明知道有啲判詞